哇！咁筍一個月吸咗咁多毛，怪唔知得之前鼻敏感食藥都唔見好，間屋睇落去好乾淨，日日要打掃，點知空氣入邊嘅細菌、灰塵、毛髮可以咁多。Kiki 之前用嘅係 Double Clean 第一款寵物淨化機，而家升級到2025最新代，全新升級寵物級淨化機，唔單止 mini 慳位，仲可以做到前後雙面過濾淨化，濾芯 double，效果真係 Double Clean 啊！呢部吸毛怪獸前後上下12個風口，食毛快過你掃地。機身上面就係出風口嚟嘅，推動住啲空氣循環流動。下面成圈咧就係吸風口，啲細菌毛髮、空氣入邊啲嘢咧就俾佢吸晒落去個濾芯度。空氣循環嘅同時，搞掂咗淨化。點解咁勁？佢濾芯有3招。第一層毛髮過濾網捉毛，第二層 HEPA 濾網殺菌，最毒係第3層獨家除臭配方，連貓屎味都分解埋。夜晚整個阿婆瞓覺，睡眠模式超靜音，人蟲都冇影響，保持空氣清新。我平時都係揀 Auto 模式，佢識得跟住空氣質素自動調節淨化嘅力度，超靈敏。個 mon 會實時顯示空氣嘅狀態，24小時唔停就 keep 住空氣乾淨又清新。貓咪中意趴地，我中意佢唔使掃毛。用過就知唔係服我個 friend 嚟到屋企都被種草啊，個個都問我喺邊度買。嗱，跟機仲送頂蓋貓捉板同埋侵毛器，貓咪仲超中意玩嗰陣甩毛即刻吸走，邊玩邊呼吸新鮮空氣。佢連電線都係防貓咬，空氣清新乾淨，全家 keep 住健康。等陣仲有驚喜 ！Double Clean 產品外箱仲係 DIY 成貓屋，環保利用，貓咪仲超中意。呢個設計真係貼心又環保，超正。